最近流感疫情已经较缓和了。疾管署统计，顶礼拜看类流感门诊的病人是有11万人次，人数大大的减少哦。疾管署嘛预估后礼拜就会脱离流行期了。今仔来到诊所看医生，医生随检验看卖是毋是 A 型流感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去互医生看，拢总有11万人次，人数有大大咧减少。疾管署预估后礼拜流感就会脱离流行期。较早大 S 因为流行感冒过身去了，迄段时间呢，确实是流行感冒足流行的时阵啦吼。但是过去站了，足侪人有治流行感冒的预防车了吼。其实可能对这个预防这个流行感冒的流行，有真大的帮忙啦吼。虽然流感的病例有大大减少，不过经过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3月初2到3月初8这段时间，嘛是有增加44个重症的病例，阁有22个死亡的个案，而且死亡人数当中有19个拢是无注流感疫苗的。疾管署表示，这个个案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，和本身就大病高风险族群。那在流感重症的部分，在上一周是有新增44例的流感重症病例。那其中有36例感染的是 A 型的 H1N1， 那另外也有新增22例的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。那主要的这个感染的型别也是这个 A 型的 H1N1。另外，除了流感疫情，真正的诺罗病毒嘛袂少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有25万人次因为歹巴肚去医生看，其中有9成是诺罗病毒。虽望病例人数已经连续2礼拜下降，但是也是最近5年来上悬。提醒民众爱食洗手，注意卫生，而且建议无吐无流，镜头解除48点钟以后才会当去上班上课，才袂危害别人。记者戴亚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